哇，早晨啊，朋友，彩虹啊，彩虹啊，今日天都好靚啊！今日嚟到一記茶餐室啊，老婆想食嗰檔66大三腳豬肉飯啊，66大三腳豬肉飯啊，吃了念念不忘，吃食物就要有這個感覺。今天我們又來到一記茶餐室66大三腳豬肉飯啊喂！嗰日試咗呢個，今日試呢個勝瓜苦瓜，睇有咩特別喎？勝瓜炒白色，來了 ，testing 睇味道，水準保持有冇？呢個係苦瓜，鮮甜美味，豬飯唔夠豬渣可以加。可以，味道一樣，靚。Thank you，金樹啲乜啲啊？嚟了，勝瓜打擺食，豬肉飯嘅勝瓜，喺屋企攞去炒餸嘅。boleh special。米飯麵啊，我嘅乾咯。唔會死鹹嗰種係豉油，香。